朋友大家好，非常喜欢今日嘅福气来呢个节目。今日大家咧讲嘛，介咧热天嘅时节，大家都知道冬热吼。咁讲热天嘅时节，系个一下冇注意吼，冷天有可能会翻到。而家基本也蛮个意思吼，热天冇注意，冷天会翻到。家家咧分享你今日嘅中意思咯，大家咧讲一下，你买意思吼。你嘅中气 Q 欣赏分享。各位朋友哈，我系中意中气 Q 啦。欢迎大家来了福气来的节目。今日就讲啊，热天时吼，又嘛前头呢个用乜嘅预防啦，热天时过得好啦。嘿，冇错吼，所以应该像热天嘅时节，大家是吃到冻热，特别是来吹冷气，才会吃到好舒服。不过讲实在话，你有只道理会讲，热天其实会注意身体，因为热天身体顾得好，冷天可能。是唔会按会翻到，系咪有安样个讲法？有安样讲法啦，因为讲你的热天时节就讲你日头最热的所在，时节啦。日头最热时节来讲，你的身体会配合佢啦，所以你身体本身就对热天时节本身的体温就会较高调。但是讲来讲，你讲比如讲冷天时会冷到。讲热天时袂冷到呢，要看会袂冷到啊。有的中医嘅观点是讲，你讲比如说冬病夏治，有安样嘅观点系讲，你热天身体保养到好，就是你储存一定要嘅本钱嘅感觉，就热天顾得好，那本钱储起来。你讲储存起来到冷天嘅时节，因为一般你嘅观念咪是到冷天买冻冷啊、翻流泪啊、冷到结准，伊下是流鼻水啊、有臭啊、有翻到，可是系讲热天身体顾得好，冷天电到好唔会。一定要安样因啦，因为热天时睇到个热咩，系啊，所以讲睇到讲是凉水就是变吼，去采安样讲其实不咩好嘅事情啦。我听人讲，你身体会让外面的日头为对热，外面日头暗太，我底部身体的温度嘛过掉啊。系啊，咩讲去过，我带就做唔得啊，相差程度啊。所以你热天时是变水啦，是凉水湿度做唔得。我哋线上讲的是，外面很热很热，你里面很冷。做唔得，你越差越大哈。落差动态。不过讲到呢边，先让大家都简单的分享一下，对中医嘅观点，因为大家都讲五行。五脏、五色嘛，错嘛吼，其实它还是有对应的，因为大家来讲下，简单嘅原理来看一下，那你嘅季节嘛又配合到。热天时，我听人讲过，热天冻冷，热天是火嘛，能量嘛，你心虫嘛按了火，心虫色是风色的，风色的火嘛，为何讲咧心虫的？火呢，因为所有运作哈，你身体的运作哈，完全靠了心肠。你心肠没力啦，那个血的天马达过，影响到我们的都贵心啦。所以热天时是风的火，那心肠有关系。嘿，不过先生你哋带落一个图吼，热天有两脏，同冇？嘿，好，一只系对心，一只系对脾。一般来讲哦，嘅。从床下来讲是讲，每只春夏秋冬最后的嘅15日，就是从床下。嘿，所以对应的器官就是脾脏。效法功能，好，所以等于是特别的注意，热天特别的注意这两个。器官的保养嘛，吼。不过讲到了下，你来先来简单的讲下，了一张原理，让大家来分享。所以，你电导讲，热天比较容易会得到个平，让大家来分享一下，让热有关系。大家来看下，有洗台、洗澡、体育澡，你大白讲的热度，热度，这个很大白
很创啊有，创啊有，热度啦吼，因为你创啊脆咩，你有吸水吸较少啦，紧出汗啦，嘿，冇错。啊，所以讲热度，因为五味温度按过啊，你到你身体的温度差强度，没热度啊。好，大家爱记得特别脱暑的时间吼，热天的时间都要去操场排队升旗。然后你看去年你好凉是不是看到一只桶吼丢，往下，然后就以保健室，因为以保健室，疗一下它又好了。哦，有时候嘴唇发白啊，就觉得这也算是中暑的一种嘛。因为那个热度是讲你热天气热度吼，这个身体的水分会流失嘛。你若冇补充了水分了电解质来讲，你血地位。你的血地位有80%是水哦。你讲你水若流失来讲，血地位水较少了，血的温浓度较高，较高以后你携带氧气的能力就较差哦，所以你会缺氧啊。错哦，所以我大家要提醒你家所有人，所以大家维持到热天的时候，大家都唔好出门，因为香港都唔好吹冷气，潘公司咪吹冷气，往北部公司咪吹冷气，吹冷气是五地发。开始少啉水，还有很好严重，系冇先生。我讲我了种片啦，冷气片。哦，冷气片。冷气片。你讲热天时摸出去，热就会死啊，迄种个啦。所以到底位讲适量水啦，吹冷气，身体较差。很好差。我的看法就讲，我上次卢卡咪看诊嘛，热天时我读吹冷气，我洗少水。那洗少水，会不会出痘痘、潮潮，会出到汗。真是，好，所以你看，线上讲的，杜甫下吹冷气，电都会啉少水，这才是对的哈。听一下你来看的上火，火气太很有意思吗？也很火气，因为你热天时，你讲我，你冷天时恶牙多啊，系咪？你冇出汗嘛，热天时就出汗就较多，较少恶牙嘛，所以。为何会上火就讲，你体内嘅水分较少咧。吼，第三咱爱都有感觉，该摸下感应吼，伊同热天嘅时间，会有一种热天怎么有改皮肤病，冷天有冷天改皮肤病，冷天啊那，热天有热天改皮肤病，感觉春天秋冬好，秋天好。因为你皮肤吼，直接面对了五味温度湿度，所以热天、冷天，佢哋温差。湿度来讲，让你身体的本身的状态来讲，就会产生那种落差，所以皮肤病会走出来。嘿，像我同事咪系热天当爱看起平常时皮肤非常好诶，你热天伊都会生两片，你讲两片是好像皮肤病啊嘛，系冇是俩身体两片嘛有那种皮肤病，那也是因为热天长发生的吼，所以大家很要注意。还有热天吼个细菌病都没较多。就是因为温度够，比较容易滋生该病哈，肠胃道疾病哦，这个真的有吗？哈，从胃动好，令该便水也是会有一些。还有我们卖东西上这个不新鲜呐，买冻就喊那个买吼，真是胃痛会发炎嘛，心冇错，好了，大家还容易发啊。嘿，我老大家来讲一下哈，你俩下讲的是讲热天好容易看到该类型，不过有一种系嘛该的，你最接会拄到的就是热伤害，就是说热伤害该类型。所以咱问一下，俩朋友讲到按多种，像跳那粉，台北讲一跳那粉是会中暑，不一定。不一定。按照热痉挛的讲，你用冻的热药味。究竟，你水分啊，电解质啊，稍微的究竟啊，热到热过度你会粉，你水分唔足，地位冻燥，水分唔足哦，水肿哦，这个好特别哦，你上次吼，你同我咪气痛流来讲吼，你够会肿啊。可是这跟热水肿，可是一般冇毛强了，因为冻到水门因讲是才会去系讲，因为佢的头颅的关系，佢的规气到
昂不然总也是也会水肿。还有的讲，你吃太咸，是从涵盖时间会水肿，因为你造成红的做还是都明显。因为讲你气球以后给血膜飞流啦。可是跟热水肿不一样，对不对，老师？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哦。比如你是讲，你热天嘅时间，大白起到水肿嘅问题，因为是粪便，你哪一种嘅清天？还有热衰竭，摸水，摸水。这就是为什么哈，因为大白热天嘅时间讲，东你讲运动，拜托一下，我烈日当头，先跑去跑步。当日跳出就冒水啊！冒水，先生。我有种人哦，叫去做业务的人都会水行啊。冇法度，记跳路啊，用运动。好。所以听这样讲的，就是你大白讲到中暑。还有啦，线上你记得线上有讲到，热天嘅时间也是会有蛮多像因表脑进来中风。有咩呢？因为我听人讲过吼，因为你热天时间吼，你水分较流失嘛，所以。血底位水较少，它较浓，较少表示较浓嘛。较浓，较黏，较黏来讲，去烘过去就会切到，就会中风。哦，所以你大白你来读，你家呼吸来，你开始了，等于大白有大家来讲到吼，比如讲浪天时间没有注意哦。你一般你会安讲嘛？因为浪天你从造成特别来老人家讲嘛，你脑部大部分都动带，你到屁股底都水都冻少弄的时间，造成就会讲哇，是凉浪越红，因为烘炉的时间一烘啊都烘啊，因为那个温差太大，其实是很危险的。可是大家都冇去发现到，其实热天嘅时间嘛有中风嘅问题。个摆应该看那个新闻有讲，伊都叫阿台咧老阿伯讲，伊个讲天地为天动的东西冇做好，你太热天就出去4天啦，经历了天风。是中风嘞，啥用的？因为你个太热天出去，太热天出去的水分紧流失嘛，个你的血底会冻尿啊，烘过就中风啊。所以其实是从心上讲的，会多啉水、啉少水、温水。你讲到了后，心上讲到走天时，咱每次都冻好气哦，就特别的降天阴，跟热天暗夜时间头冻久，1点2点，大家没有做该走天时。跟中暑感因为冻到么？跳白热天爱抗冇难。我感觉空气冇强，你也感觉空气冇流通。跳白来讲，你要做天时，通做水，差不多4、5点钟出去。我记得以前就种下来讲，做天时差不多4、5点出，所以差不多9点钟，你跳出来以后，你转来。下晝差不多4、5點鐘出去。係冇錯。咁個師從先生講嘅哦，咁講你一下講嘅，基本熱度啊，你特別講熱度嘅清氣活動多種，用啲嚟處理咧，等下就嚟講。强度重心上来到节目底读到大家来讲，其实热天会注意嘅事情较易懂吼，你讲到冻到热度嘅问题啊吼，不过两篇让大家都分享，我们这边阴暑阳暑大不同。个阴暑了，我个阴暑最浪多啦。我听讲嘅浪鱼平，有到做业务嘅个朋友吼，像我做生意哦，我咪紧周总咯，贵讯寒。我冇出体，就马上就了滴回来，个冇快咩，个浪气就灌入去，那浪多，两倍是浪多，因素就浪多，给了我们预防治疗咧，洗手水用同杯换出来就好。按脚哦。嘿，做得。比如我像赵兴你到诺贝夯路，你又去上班，夯路嘅狗仓是贵姓哈？你讲你又去上班，谁敢每一大块落去些浪鱼就出来啊？那怎么办？所以冇法度啊！我想讲，到一道朋友讲，伊哋爱用因都讲，你先汗来出走。所以大家係上班時間係講，你行個流汗去行人去辦公室啫，汗記得先出走。你出汗時間，你按用個毛巾來擦，出來落去個按那個毛管孔哦，就到灌起來。還有另外一種，另外一種陽暑就正經的中暑啦。一般你講的中暑，你也多數按得到的陽暑啦。
哈哈，不过线上热毒中暑其实是蛮严重的，对不对？去做啲冻养虫，做啲冻养虫，叫养虫的伤土有冇强药？哈哈哈，做啲比论讲。比如讲来讲，你热毒以后，真正热毒以后，去水膜底部冻烧呢。说啊，因上看咧，因你体内嘅细胞通通蛋白质嘛，蛋白质本水啊做了瘦瘦，袂变质啦。煮滚呢？煮滚咧啊。啊，所以讲，一定按照紧出汗。伊冇讲热嘛，所以咱毛细孔快嘛，给汗紧出，水就紧流出来啊。啊，流出来个毛水的身体就感觉冻疲劳啊，摸健身啊，跳粉啊，啊面因为汗多吼，像冻到啊，垃圾东西嘟了，出在冻灶啊，摸水啊。个拄着轻轻马上那个讲到了。较凉的蔬菜，做啲刮痧落去排热。先本较凉，先不好较凉，较凉。先不吸水，吸水补充水分了电解质，再改。不过你朋友特别讲到一点吼，面出油垢，面不出油。你面出一种形容词啦，表示讲，因你面底无用感觉安尼做油冻冻，油冻你面冻会出油呢。但是你种杨树的出油去，底部基的冻到的个水分摸了以后，基的个皮脂腺就分泌就比较较多。不过讲实在不用，所以你下冻冻音吼，其实佢把感觉跳分来上班的时间，系冇其实感觉贵性不冇送手，冇影响其实会讲啊，我好像中暑了，还冻上热度嘞。现在我们要，譬如讲系讲，你同时来上班，按样让你讲。你出体本身上控制外，你会用你来讲的机系咩进行热度？有两种啊，就人多咪爱用一样。哦，所以讲记得上线你。系咩？有一种缝隙，是不是可以捏一下印堂？有那个功法？这是一种奉片法啦。奉片法。真紧会10个进到脑底啦。哈哈，那奉片法很容易做。我是爱用黏啊，记得有风走出来啊。哦，像刮痧一样啊，比如讲黏啊，又一些风走出来，有可以判断。可能冇讲冇确定啦。冇确定。哦。有的朋友讲佢啊，上班落去时间吼，落去到公司吼，叫做冻甜吼，其实去冷度啦。哦，不过讲到这片，你讲到身体是热天嘅时节，你讲热天系燥嘅感觉，不过身体电度讲起来，热天嘅时节身体电度好湿，有安个讲法吗？较湿。呵呵，所以湿对身体湿度重视嘅灌掉落去看，对人体嘅系都唔好嘅。因为你啊湿来讲吼，有风寒来讲，你用药去做你出体去，但是湿来讲上。湿的意思讲，你的水分的个代谢不完全啦。哦，有水的时候去摸水，冇水的时候伊太大。哈，所以讲那湿。所以湿一般你身体湿来讲，对你身体嘅表现，就系讲袂容易。体体来表现，爱讲因的经验来讲吼，湿来讲，你照天头抗议来吼。感觉水唔饱咧。哦，你睇下红你咪水唔饱咧。很饱啊，跳那冲吼。哦，啊，贵性摸爽快，喉咙那个喉咙有那个困抓，丢困抓。就是冻上来水泡，水唔饱，嘿。哦，因为是湿气冲嘅一种感觉。好，其实乡亲们会问个，除了线上讲嘅赵新红咧，哎呦水唔饱，睇我那下冲吼，贵性冲，你的手脚会疼痛时节，感觉摸力，会做动作。可是又没有昏倒，还有摸热度。是啲是因你冻到龙音教会讲，基本你感觉摸嘛，讲哎呦摸昏倒摸热度，你们贵性的用冲手冲脚。但是你种镜头老拍种镜头没有强用的素材。当然。所以你会感听讲，迄心的前面真实的那种湿。你会看去太片，有种太片来讲，去水分冻多。嘿，不过老乡亲们来讲一下，你也讲的是一种解方式啦，一种解观察、解
风湿啦，唔係講你聽說安樣飲食係代表上次攏你食嘅東西有關係嘛，但是當然佢本身是有腸燥症，比如講該陣佢本來腸胃是有安樣嘅問題，那當然又另當別論。可是你阿老大家咧分享嘅是係講，一般來講讀中醫觀念係講，應該身體感覺有得濕氣，就你觀察一下，你餓時嘅輕，不，比如講不成形，水分較多啦。那也不行啊，对不对？那是不是也是湿？是。走这样讲哈。走的，还有一种你做看讲，你台面按了马桶是有雕多吗？水冲啊，有当你台片的马桶地吧，你有水冲了，有给它雕了冲的啦。对。有啊，有经验吗？线上见问还是讲有经验，问下小东拍摄讲，其实走得观察一下，黑妹上次为其实好像冲不干净，你要用马桶刷才够，你要去清墙咯。可是医师，那是不是也绕千行应该是买东西有关？因为有一种讲法是讲，你前一天吃太多肉，你是铁冻牛嘞。如果有冻你的台片冲哪样因哦？哦，你的意思，你的意思是讲去夹安样。而且便秘算吗？便秘有两年。不过因为下面有一种去便秘，可是佢嘅便秘又唔係講像你一般容易講嘅容量時，就它是便秘，可是黏佢嘅台片黏。哦，可是你講有一個衛生紙出來嘅黏。係，佢唔硬，也唔係講按水分多黏。但是这也是湿气重，两面湿气，是按了性热，好，所以乡亲朋友其实要注意哈。所以其实这些还是要当你观察一下。你台片以後用嘅衛生紙出了出唔強，等下時候用水沖才會強。嘿，所以其實胸容係便秘哦，可是佢唔係容量是也便秘哦，我們心臟講會上火的，它可能是濕氣重的，你覺得啊很難有變異，莫有變異嘅時間有嘔唔出，一嘔出來以後是濕的、軟軟的。時間吼，嘔唔強，嘔天有想嘔，嘔是。哎呦，信上那濕氣重到底怎麼辦呢？哈，你等下來講一下，不過大家來看一下哈，除了可以觀察你膝蓋問題，還有使用線上講嘅打造性紅衝解時節，就得觀察一下，係咪手腳衝，頭拿粉，什麼就得看。什麼看？你哋什麼來講？你哋什麼本身來講，一般正式來講，吼，有啲風，莫痛，做咩痛風？一般風就做你當為以前嘅舌苔，一般來講泡一層，因為濕味多，因從嘅白白的，粉，啪，粉。所以先生來問一下，濕氣重兩件事情，在熱天也是很咩好容易發生，很容易發生，因為熱天比來哦，熱天時佢未到心熱強下，熱天嘅時節，因為熱天太明熱嘛，所以心熱。所以線上講嘅啲係心熱嘅問題，因為一般因為問嘅冷天為，因為我們大白讀中醫嘅觀點來看身體嘅時節，濕的體質算一種。冷天時就寒濕，寒濕，熱天時就濕熱，叫濕了未到風濕、寒濕、熱濕。就是有一個糞片，好，該鄉親朋友講到你平時咪講，該應做啲線上家講到有一個叫鐵涼哦，所以熱天嘅時節有可能因為濕熱嘛，好，所以大家做啲來觀察一下自家嘅身體係咪有安樣嘅問題，係講有，那用個實嘅總係有解決方法，做啲用濕嘅方式，而落去補妝來冇，但係講做啲其他嘅潤通啊，嘛容易去挑身體吼，大家先聊下，等下陣陣咧，大家嚟分享。就咧繞牆到中市區線上呢度節目地圖啦，大家來講一下。哇，熱天嘅時節，大家可以注意身體吼，相信身體嘅濕氣凍衝。你莫講身體只是有乜嘅感覺，你躺到你自家嘅身體濕氣凍衝，感覺是冇鬆鬆咧，感覺哎呀很濕氣吼。不過上堂節目你講到啊，你做啲觀察一下你自家嘅身體嘅體質係咩濕的體質。可是你講是不是食補，食到東西來改善一下？
做得啦。当然，你平常时个算法会久啦，你天做会久，不过世界东西也做得。做得啦。哈。伊讲，你这个用色方面来拍摄来讲吼，做得。啊，你了会看了。再来食谱菜单。薏米赤小豆欠是梅吼，还有个藿香佩兰茶跟五苓散，了有机的效果啦。不过俺也建议讲，了都没有动好食的东西啦，所以俺也建议讲四神汤。啊，洗心汤，叫好食啦。茯苓芡实。洗心都靠洗下来洗心。茯苓芡实，拍糕。薏米料莲子。我竟然讲出拍糕，拍谁讲。莲子很好吃啊。对啊，薏米啊。薏米没冻好吃啦，而且薏米也可以去水肿。是啊，薏米啊、莲子啊、茯苓没做好食啦，啊，个芡实没冻好食。所以哎呦，讲起来，莲子薏仁也可以去湿。对了，胃创没冻好，胃创脾主湿嘛。因为台家讲薏米就是美容圣品啊，谁没冻好些美白。出色的美白啊。这个是美白，这涂白色的是不是？白色的呢？白色的，你是不是对了皮肤动火？介绍咱问一下线上的吼，你看电视界乡亲朋友大家多客家乡亲朋友咱问一下，洗心汤煮香啊煮汤？做得，等你煮。做得，线上刚刚我下一下，香啊是汤。它的香没多啦。香没好多哈，香没是用到排骨。做得。然后用到酒做得吗？一些些，一些些的煮过就冇嘛丢梅呢。这东西咪不用葱、洗葱。好，不过只有下面你有谈过客家囡仔又是听的吗？好少。少啦。刚才不卡是听一些有点奇怪吼，不过你还讲到洗心汤，不过线上你还有讲到，因为你要特别到大家都少改一下薏米赤小豆，这是从你风头来东西，不过有好食。赤小豆到了风头摸孔用，冻水炸，冻水了没？赤小豆要摸孔用。好，那线上五苓散它是一种药，这种药方，药方，跟药是一种药物。该从两条东西，我去拿，你都种了2叉。种了2叉走的。不过我感觉吼，因为你有东西会冲球吼，湿的放洗。是的。了到东西吼，可能胃头冇讲盖好，冻好啦。洗心痛的胃头。俺哋线上也是这个，你该五苓散令200散，哎呀好难喝啊，俺没令的，结果反而没有效果，对不对？哇，你光要谈回四神汤的功能很多。奇怪吼，大白佛门中线上洗心痛都被举大拇指因为去做食物，做补啊，做补做食物。问一下，问一下，洗心痛除了线上讲的除湿机，胃创胃好，对，冲胃好，它可以提气吗？提气做得，补气，做得，肠胃的气总会提起来。因为大白吼，你讲到中医改灌点，会讲到食补的时间，你会讲你爱东西马上马改细节些，你爱东西马改细节些。有时候这个东西不能吃多哦，有些东西2年天总那些，浪天总那些。可是洗心痛还躺到2下，比较没有禁忌。贵年是的。比较没有禁忌。没体质的。没有体质的问题。我们从有的东西会讲你的体质不适合，可洗心痛比较没有那么多限制。讲了提前做食物做反射。好。所以你讲一种事情都讲做冲救的，体食得饱食得饱。又补又面是会好洗心痛最好。洗心痛讲实在话又当简单，你种入2支东西插好去包一包，容易病好。不过除了做洗心痛还做咧加其他改种入菜食物改动。除了洗妆，前面上次会讲。枸杞咪做得病。枸杞，会变无心痛吗？你若讲吃痔疮、洗心痛，那记得有臭过洗妆呢？冇。其实忘记。不过你冇病，佢咪做得。未做得。会病未做得。然后大家咧分享，讲起当上你洗心痛吼。不过咧，杂个老大家咧讲一下，因为一开始节目的时候，前面讲到，你讲某强改鬼接对容，某强改金木水火土，某强改器官，某强改色，当然对前面是某强改东西。你讲到热天，从毛先生讲风色对性。改性嘛，改大家来看一下。热天用性是风色嘅食物，辣椒好，
辣椒去对身体嘛。不过你热天时辣椒不就出汗啦？冻辣。冻辣出汗啦。哦，头马豆。头马豆啉芎啦、风头啦、山楂啦都饭修啦都对遐心肠要冻好。然后长夏养脾，是翁色，那糙米、燕麦啦都通通做得啦。哦，地瓜。上次你的风色按照做妈咪做无好啊。做妈哦，风色改做妈，哦，然后你下刚你自家冻为卤做妈肉，吼，自家做妈该酒，然后牛强下表，安尼咪。你要腌这是讲哦，冷天做的是，唔系热天时做的是螳螂。嘿，你看你风色去佛嘛，冷天时咪做的是螳螂。你意思讲，你的身体做的不去螳螂，浪性做的，因为佛风色。代表嘛，代表能量。所以是冷的东西，感觉上会失去能量，是能量的感觉。好，所以该变真少烧是变水的烧啉吼。不过讲到两片，你十个了，大家来分享一下。你讲性上讲到冻疮，因为性体性虫当然系非常来冲扰，然后感觉上，咱讲到热天嘅时节，加有讲到的溶性嘅时节又推荐动到湿嘅东西。除了细补，也是有穴道可以使用。对。哇，心上这个要好好来讲一下。拿出你的刮痧棒。来，用地湿度做的。俩刮痧板做了按摩啦哈。哎。又在穴道的劳宫。宫系嘛个呢？宫殿。劳宫就是这个心，它是指的就是我们的心脏。所以记住抓记，当讲抓记手指，多抓挑，有没有？抓条线，那感情线遐，有没有感情线？俺弟的线上，俺弟该感情线啊？应该感情线，这个是感情线。抓挑对骨落就抓胃，抓做劳宫线。等下，所以线上意思就是说，中指对下来，对到抓条线盖，就是碰到这条线的那个交叉点。对，你就。抓片是你大家讲的劳宫穴，所以其实是做得用，比如像刮痧棒去按摩。哦，拇指也可以，对不对？就可以啊，这样做对了。所以线上这是养心。那什么时候可以用呢？水洗。你按摩都洗唔得啦。按摩它水唔得，有一些炒饭啦，翻炒水也可以。可是俺一秒有没有感觉就感觉系骨头呢？骨头。佢酸啊，又在酸的，有冇？你冚下落去，佢有酸的感觉。哦，酸。好像有一点，好像有一些，还有一张系冇内关。我们叫内关呢，内部的关卡。所以内部的关卡，然后它排除。所以就是打开。这个抓有两条筋条，有两条筋。拄好抓，哎呦，你命了两条筋动哦。两条筋动哦，我知道。好，兄弟没有钱，因为这有2条筋，冇错。2条筋的动用，可是要到多？差不多按用音。洗脊，哎呦，动啊了。兄弟没有就是这样子，洗脊。你若讲莫用手指头，因为按做的，按做的。刚才第一个线上孔用从就是说走2片洗脊的高度，差不多是在这里。对，那个动明显了，你看。很明显。明显哦。赶快用指甲抠一个印记，然后2条筋动下头2片，其实可以这样子。好像有一点点酸那就代表自己尿斗改穴位是对的。好，聊胸腺朋友基本跟解释你是懂这2个很重要养心的穴位哈。来，最后上10秒了，大家来讲一下千面度讲到嘞哈，反正是总得是变的。你要适时补充水分，可是不是灌水，还是要维持运动，对不对？你睇到重台时间，你莫紧去坐好吗？都不哈，保持通风。最尾เรา大家讲的热天都有意思不是强做水，不过会好做点好。所以希望乡亲朋友看今日的贵是不是哇？热天会注意时间又暗到所以非松解，
感谢众先生在度节目地图分享很多，有冇有软性，因为是洗心痛。睇这个吼，热天时生发到较讲较，你这个好都有在心情快乐，快乐安尼。啊，体重然后，所以非常感谢先生，是么你？哇，天年下来做嘛个咧，乡亲朋友，你来做轮堂了。好。